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上，中国在东突厥三犯下的种族灭绝从世界议程上消失时，维吾尔非政府组织加快了在欧盟的活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与丹麦议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便在丹麦议会接受维吾尔种族灭绝决议。维吾尔运动为荷兰的维吾尔妇女和年轻活动人士组织了一次关于民主和人权倡导的培训研讨会。维吾尔运动代表团还参加了欧洲议会组织的现代奴隶和强迫劳动会议。在周五的新闻会上，尽管白宫发言人金普萨基没有详细说明中共若帮助俄罗斯将面临哪些后果，或者是美国将如何定义实际性支持，但他表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流动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说，如果习近平想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真正领导人，他将站在乌克兰和美国一边。我们将看看习近平是否切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地时间3月19日，中国大陆地区登记了1年多以来的首2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政府部门当前正致力于应对新一轮的疫情，这是自2021年1月以来，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首次上升。中国境内当前正经历着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为严重的一轮扩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家领导人在17日要求继续对新冠病毒坚持动态清零的方针。据称，与伊朗有关的一黑客组织已经公布了属于以色列外国情报局摩萨德负责人大卫·巴尼亚的纳税申报表和新的个人信息。在通过他妻子的电话访问巴尼亚的信息后，安全部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据称与伊朗有关的黑客侵入了电子邮件提供商系统，从而获得了巴尼亚妻子电子邮件中的信息。据称，互联网黑客可以分享有关巴尼亚的更多信息。日本外相双方同意加快早日缔结日土自贸协定和日土社会保障协定的谈判进程，以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在安塔利亚与土耳其外长乔乌舍欧卢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林方正表示，作为日本的战略伙伴和地区大国，土耳其在乌克兰当前局势中积极发挥作用。林方正强调，双方同意加快早日缔结日土自贸协定和日土社会保障协定的谈判进程，以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马克思旗下的美国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从卡纳维拉尔角空间站发射了53颗卫星，创造 SpaceX 火箭可重复发射的新纪录。此次发射于上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间站进行。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携带星链卫星。